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即摆有真侪少年人真才情，10几岁啊，世界比赛都咧吊顶。啊，毋过咱嘛知影真侪老辈，有当着啊，看较少岁、经验较有限的人，会真藐视，会讲人迄落是初出同门的。即句初出同门，古早台湾话4字的成语，同门，到底原因对倒来？真有可能，就是讲入去到山内到底对师傅修炼，修炼好才出同门，出来社会江湖，甲人行搭。简单讲，初出同门的，就是少年人无啥物经验，即句成语咧描写。啊，无经验对倒位看会出来？人搁一句咧讲笑，讲当迄个人连大船放流都毋捌看，吼，踮伫咧海口看到迄个大台船，两边船身会漏水出来，真稀罕。船伫咧海底咧行，啥咧佫会漏水？人迄毋捌的吼，安尼看干咧大水开哈哈，捌的甲伊讲笑讲，迄个大船放流啦。事实原理就是大只船伊内底的基台，就爱抽海水去哩捂互冷，才会捂冷过海水，才对船身两边甲排出来。人毋则讲笑讲这大船放流，你若大船放流毋捌看，就是眼界真有限咯。所以做工课，原仔人会甲你检讨。检讨讲，你做了有照起工，做了表现是歹也好。若讲红，按算讲吼，但你即个吼功夫都普遍尔，做了一个漏气，人佫会甲咱口说，讲我看你本来就是半上路的，啥做半上路的？简单讲，本地即句话解说是半中途，毋过到尾啊，人应用就是讲功夫学一半，就是食无三百样菜，就要上西天。人就讲当迄箍半上路的功夫，还未学了有铁的。当然，人人生一定要经验，一定要亲像水流破布共款，流到地，带到地。古早的解说是安尼哦，毋过现代即句话，咱要用鼓励志气的角度来甲理解。万项，若讲有法度出去甲人溜，出去甲人烂，亲像水流破布，咱毋通惊艰苦，行到倒位，人甲咱藐视，咱当作是一款的好经验。相信有一天咱嘛会大汉，咱嘛会进步，无通亲像人少年的才情，世界比赛咧吊顶，总是有讲会当争取咱的功名，拍出咱的名声。你讲看有影无？甲你研究解文说理，台语的艺术，互相来探讨甲参考。